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飛上咪魔頻道阿飛。今日會分享去佛山睇昆蟲館，食粵菜同住3房嘅別墅。廣東千古情可以感受嶺南風情，好多穿越古今嘅打卡位。入場門票200幾蚊，包括好多精彩嘅表演。其中最大型嘅實景表演《廣東千古情》，被譽為一生必看的演出。呢部史詩級大製作結合 3D VR 巨型嘅 LED 舞台。虛實情景加驚豔嘅歌舞，為觀眾帶嚟逼真震撼嘅感官體驗。可惜我哋去到太夜冇買飛入場，一場嚟到過對面只有1河之隔嘅潮樂坊行一行啊！未開個噃。仲早，所以都唔係太多人喺度食同埋行街，連小朋友玩嘅地方都冇小朋友喺度。頭先我就喺嗰度影返過嚟嘅。頭先街頭見到嘅昆蟲館宣傳，原來就喺呢度。冇去到睇千古情就睇呢個啦。搭 lift 上3樓，到門口發現佈置好靚，地方好寬敞。有小朋友同行可以買家庭票會平啲。館內光線明亮，環境清潔，飼養箱排列得好整齊。一入門見到蝴蝶標本箱以藝術品呈現，真係好靚。棉光竹節蟲，地形唔見咗嘅。呢個呢幅圖係綠色，但係實物呢就係啡色嘅喎。隱蔽喎。揾咗好耐呢隻。Hello。睇埋蝸牛轉睇第2個館。初時一入嚟呢，以為得眼見咁多嘢睇，原來呢，佢有啲門呢係通去其他館，再繼續去睇嘅。呢度只係一小部分啫。沿路牆上都掛滿標本，善用地方又美觀。都好大喎。嗱，睇唔睇得？有蜥蜴嘅嗰邊。呢度呢，就係仲有嘅。哇，好大啊！其實地方大又少人，可以慢慢睇都得。呢條雙冠飾係雌性，如果係雄性呢，佢嘅頭、背同尾部都會有冠狀突起，以吸引雌性。鬆獅蜥有唔同嘅顏色，外表可愛，性格親和，唔難養，係寵物界非常受歡迎。而家館內呢條超白鬆獅蜥，佢有一種稱為 Zero 嘅隱性基因表現出嚟，而呢一種基因突變係一種缺陷，會令佢比其他蜥蜴嘅視力差啲。北草蜥體型瘦長，尾巴有頭同身加埋嘅3倍，
好似條有腳嘅蛇咁。近年來越嚟越多人養蜥蜴，佢喺異寵中係一種好受歡迎嘅寵物。養蜥蜴要留意個飼養環境，例如呢個斑帆蜥蜴，佢最長嘅時候可以有1米，壽命最長有20幾年。呢啲資料一定要做足先可以開始飼養佢哋啊。好似最大隻係你喎，佢糧食個膠兜都好大兜喎。原來呢兜糧食先係仲大個盤。好貴喎，咁多隻，佢都食好多嘢喎。咁大個箱，超大隻，超大兜糧。有專業導師講解昆蟲，遊客可以零距離接觸平時難得一見嘅昆蟲。巴西所羅門捕鳥蛛係世界上最大嘅蜘蛛之一，佢身長啲腳有成20厘米，雌性蜘蛛有100克，即係有個橙咁重。就因為咁重呢，個飼養箱唔可以太高，如果唔係跌落嚟呢，好易冇命。佢哋體型雖然大，但係動作快捷，成長速度又快，因為食量好大，食蟋蟀、蜥蜴、老鼠等。佢哋好少結網同埋匿埋。呢個品種雖然受歡迎，但係唔啱初學者飼養噶。圭亞那粉紅紫蜘蛛呢就好唔同啦，你睇佢結幾大嚿蜘蛛網，佢呢性格溫順，生命力強，好啱新手養噶。睇唔清楚佢個樣添，至少見到佢特徵粉紅色腳趾啊，好似着咗粉紅色鞋仔咁。老爺樹蛙又肥又大隻，成年身體可以長達10厘米。佢最厲害嘅係皮膚分泌物有抗菌抗病毒嘅成分，可以製成人類高血壓嘅藥。佢皮膚綠色嘅深淺呢會受到環境而變，如果長時間都係棕色呢，代表佢壓力大或者病咗啦。見到佢人見人愛嘅招牌笑容，就知道佢好受歡迎啦。唔單止啊，佢仲溫順易養，壽命又比較長，好啱新手養噶。非洲牛蛙係世界第2大蛙類，身形非常巨大，體長達23厘米，重量高達2公斤，即係一細包米嘅重量喎。哇，好誇張啊！攻擊性強，一次最多可以跳出3米以上。佢係少數有牙齒嘅蛙類，肉食性，唔挑食，同類都會食噶，食量驚人。不過可以1個星期食1次嘢。如果經過長達10個月嘅夏眠呢，就需要食更加多嘢，食好瞓好，壽命長達25年咁多。雄性嘅體型大雌性1倍。唔講唔知啊，原來牛蛙係個好爸爸嚟嘅。雌性牛蛙產卵後就走咗去，個3、4千粒卵呢就由雄性負責照顧。非洲天氣乾燥，到會變成蝌蚪呢，雄性仲要挖水道俾啲蝌蚪游走，所以牛蛙爸爸兇惡得嚟都好盡忠職守噶。頭先有6個恐龍、蟹、龜，呢度仲有幾款蛇添。呢個有得摸下個蛇皮。佛山活體昆蟲博物館係華南地區目前活體種類最多、品種最齊全、規模最大嘅昆蟲博物館。全館佔地2800平方米，有6大主題區。標本區有近900種各類昆蟲標本，活體區總共有11種品類展區，160種各科目活體昆蟲。蝴蝶區有唔同品種嘅活體蝴蝶，可以帶返屋企蝶蛹。好似冇開咁嘅。接觸完昆蟲，摸完蛇皮呢，就呢個位洗個手。成個館得呢度有人排隊，佢哋等咩呢？原來有影院睇。影俾大家睇啦，入到影唔到嘅都，每次得8個位到啦。其實門口已經有個電視仔睇到入邊，會唔會入到去冇咁驚喜呢？上網睇到資料話會因應遊客嘅喜好，可以揀其他類型嘅影片睇。呢度有少量嘅昆蟲同埋手工，可以買返屋企做手信。好似瞓咗覺。
啱啱試玩嘅立體拼插紙模呢，就擺呢度示範中。仲有其他呢啲特色紀念品。講到紀念品，都知道差唔多要離開館啦，都睇咗好多昆蟲啦，要走啦。出到嚟發覺有啲肚餓，食個新鮮出爐嘅蛋撻。佢嘅老字號係指西樵大餅，我哋冇試到。如果蛋撻呢，就香港好食好多啦。夜晚就陸續開檔啦。夜晚有翻燈飾呢，就見到靚好多啦。街都熱鬧咗好多啦。雖然潮樂坊嘅晚市陸續開，但我哋冇喺度食，我哋揀咗出邊嘅呢一間餐廳食飯。順德柴魚羹好大煲，分咗落3個碗仔度，都好似冇分出嚟咁。煎蝦餅，唰聲咬落。燒鵝連埋佢跟嚟嘅酸梅醬食就最好味啦。脆皮豆腐大大粒，幾好口感。蒜蓉蒸勝瓜，可能因為啲皮剩翻嚟比較多，比較硬身啲。呢個炒時菜鹹咗啲之外呢，其他都啱啱好味。成餐必嗌嘅一定係呢個鰻魚，食咗好多我都仲想食，有大份又滑，好味，個樣又靚啦，賣相擺上台非常之好睇啦。佢呢個吊水嘅關係呢，咁個魚呢就好滑啦，做得佢魚味好濃啦，鮮甜。呢個講下唔聲，會係白淨啲嘅，彈牙滑，就算咁大嚿都可以做到。等咗成餐嘅水魚炆雞。因為雞嚟嘅，水魚呢，深色啲嗰啲係水魚。一隻雞一隻水魚，所以有咁大煲啦。水魚炆靚雞係200蚊人仔，聽我介紹好似唔貴，但係當你知道呢一個咁嘅成個餐咧，都只需要250人仔嘅時候，就會覺得其實200都唔平㗎啦。玩完食飽，梗係講住啦。呢晚我哋住邊度呢？我哋住喺都幾大間嘅別墅入邊，裝修又靚啦，到而家都會掛住佢緊。又有得唱 K 打牌。屋前面其實有個細細個嘅露天浴池，頭先冇影到，而家由屋嘅角度出發，影返清楚。經過地下呢個開放式廚房，會見到有洗衣機同埋可以燒嘢食。另外嗰邊呢就兒童房，上樓梯上面會有多2間房。風筒靚㗎，兒童房又可愛，好期望另外2間房會點呢？上去睇下先。房間乾淨舒服，窗外嘅景色綠油油都唔錯。2間房對住都係用透明門，比較適合同家人一齊住。頭先又話樓下冇嘢睇，而家又話樓下有嘢睇，咁落去啦。淨係佢哋異口同聲話有回音嘅咁樣。頭先職員介紹係咩話？我真係聽唔清楚。蜘蛛嘅玩具仔，哦係喎，咁佢講咗真係好啲喎。咁諗起頭先我哋睇嗰個爬蟲嗰啲咧，嗰個管道嗰啲蜘蛛喎，點解有個蜘蛛玩具咧？咁多，佢樓下好大，但係其實佢係有回音係真嘅，但係我覺得右邊仲有啲歪啊嗰啲。哦，你睇先。藝術展歪呀？呢條係歪呀？你係咪肯定啊？呢條歪呀？我呢個吊住作品啫，我即刻幻想係古裝啲吊人咯。
回音係勁啊！我好想去晒燈啫，如果唔係都呢個我覺得似係嗰啲藝術品啊。佢如果唔係開住燈，都真係有啲乜嘢。咁我頭先即係啲恐怖係，但係頭先佢話咩小朋友樓下嘅玩就係呢隻蜘蛛啊！我落去先，仲有得再落嘅其實。佢呢度玩踢波嗰啲。不過如果自己落嚟真係有啲乜嘢。真係少。係啊，好彩開晒燈同埋有你陪我咯。你唔驚？哎呀，佢個蜘蛛設計又係骷髏骨頭喎。你唔好喺我前面影到啲，你睇佢嗰個睇唔睇到啊？骷髏骨頭嗰個叫咩啊？佢隻眼先至夠詭異，真係成件事。藝術展，我反而覺得佢係 Halloween 嗰啲咯。但係得一嚿啫，佢如果多，其實如果佢多就仲震撼，即係擺多少少嘢，因為好空曠其實。唉，回音勁回音咯。如果唔講咧，如果佢唔講，我入咁佢頭先嘅議題我哋係真係好啲嘅。如果唔講咧，冇乜特別啫嘛，係嘛？咩嚟嘅嗰啲？冇乜特別嚇？有煲啊！你要開嚟睇下啦咁。如果冇乜特別嘢，就係冇乜特別嘢先開俾大家睇。有特別嘢就唔好啦。係喎，點解個煲喺度？雜物啦，你當買雜物。喂，如果佢唔講係有隻咁大隻蜘蛛咧，你影下我先，你幫我影下，我想話俾佢哋，話俾大家聽。我個蜘蛛係唔係啊？你睇下，有我咁大隻㗎，算啦，走啦。其實係有啲詭異嘅真係。我哋頭先就喺呢度落嚟㗎，係。呢個真係真㗎？死蜘蛛。真㗎？真㗎？有隻死蜘蛛啊！唔知係咪死咗都係走，好驚！發現咗隻真蜘蛛之後就真係有啲驚。我哋走啦！原來咧門口咧已經有個牌咧寫係會有回聲啦，又寫埋美術館噶啦已經。今日分享完畢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請幫忙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再見。